心想事成第22條法則，信心能創造奇蹟。增強信念之後就會出現奇蹟。最近心靈暗示療法逐漸風行，但一般來講，呢一種方法只對接受暗示嘅人先有效。但係暗示就係要激發潛意識，因此考慮到潛意識嘅本質，其影響都有可能出現喺本人以外嘅人身上。以下係倫敦一所療養院嘅院長伊布林福里特博士告訴我嘅故事。有一個男人，佢嘅女兒罹患咗難治嘅皮膚病，同時又因關節炎而癱瘓。雖然接受醫生嘅治療，但病情毫無改善。於是呢個男人強烈咁祈願，如果能夠醫好我女兒嘅病，我願意奉獻我嘅右臂。過咗2年之後嘅某一日，呢位男士帶住全家去郊遊，喺路上發生咗車禍。結果佢個右臂斷咗，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嘅係，佢嘅女兒嘅皮膚病同埋關節炎同時不藥而愈。發生呢種奇蹟嘅原因，可能係呢個男人不斷喺心目中描繪着祈願，而被佢嘅潛意識所接受咗。潛意識本身冇判斷嘅能力，所以就照住接受嘅方式實現出嚟。佢唔單止實現咗祈願男士嘅身上，同時都發生喺別人身上，即係佢個女兒。呢種現象，我哋只能解釋為潛意識會超越個人意願，對他人產生作用。曾獲得諾貝爾醫生獎嘅法國名醫阿歷克西·卡雷爾博士都承認呢種不可思議嘅事情係會偶然發生嘅。圓夢小語，我相信自己的能力，肯定自己所做的事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